提多書第1章。我是保羅，上帝嘅僕人，耶穌基督嘅使徒。我蒙受流風差派來幫助上帝嘅選民建立信仰，帶領佢哋認識我哋嘅信仰所教嘅真理。呢真理係用盼望永遠嘅生命做根基。上帝係唔會講化療嘅，佢在萬事以前已經應許要將呢永遠嘅生命賜俾我哋。時機成熟嘅時，佢就通過傳福音，將佢嘅真道顯明出來。我所交託，奉我哋嘅救主上帝嘅命令，把佢傳了真道嘅任務。提多，我列下寫信嘅本意，而在我哋共同嘅信仰上，係我真嘅來嘅，因阿爸上帝和我哋嘅救主基督耶穌賜恩典平安本意。我留你在克里鐵，目的係愛你處理渴望盼好嘅事務，也愛你在大嘅城市設立長老。我是吩咐做長老嘅，一天愛係無好嫌嘅人，佢應當只有一個伴娘，佢嘅子女應該係信徒，無荒唐，也無唔受管教嘅壞名聲。既然做教會嘅領袖，擔負上帝嘅工作，佢就應該愛做無好嫌嘅人。佢莫固執，莫泡操，莫酒醉，莫想打，莫貪財，而樂意款待外鄉人，歡喜做好事，穩重、正直、聖潔、節制，而堅守嘅口課，符合真道嘅教訓。咁樣，將有辦法用健全嘅教訓來感化別人，並糾正嗰啲反對嘅人，指出佢哋嘅唔錯。因為有千多人違背真道，用無根無據嘅話欺騙人，特別係嗰啲主張要接受割禮嘅猶太基督徒，而要將嗰啲人嘅罪赦定。佢哋為咗貪圖錢財，已經用唔應該傳講嘅學說破壞千多人嘅家庭。在克里鐵人中間，有本地一個先知是咁樣講：克里鐵人常常講化療，係凶惡嘅禽畜，實實有難事。佢倆嘅話無唔錯，所以你一天要嚴嚴責備佢哋，好本佢哋有健全嘅信仰，唔愛再談猶太人嗰啲無樣無隻嘅傳說，留嗰啲欺騙真理嘅人所堅持嘅規矩。對強力嘅人來講，一切攏總係強力嘅，總係對嗰啲垃圾和唔信嘅人來講，冇一樣東西係強力嘅，因為佢哋嘅心肝和天良全部垃圾都講唔得。佢哋堅持講，佢哋認識上帝，總係佢哋嘅行為否認佢。佢哋係得人鬧嘅人，係配合嘅人，冇可能做出乜嘅好事來。